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转来看咱那个宜兰之声少年人的宜兰广播电台。这集呢，宜兰呐，加宜兰哦，宜兰呐，宜兰呐。这集赶快要请到咱的单片位哦，已经插会啊。即马要来甲你问啦，问讲吼，你敢有要选无？无咧，无，毋知咧，毋知啊，想啊，这段个咱顶落，会使，无啦，你敢有要选无？下一题，是安怎咧？是安怎会互你丢赌讲到底是要？因为我刚刚选的时阵有当着，因为我哪会讲伊，我顶一前哪会讲伊一步一步答对，希望介绍，因为我感觉伊是咱台湾咧选立委选上危险的一个人。你家己拢无感觉？我感觉还好啦，阮是拢足惊的。拢即惊诶，惊啥啦？开嘛是开我，毋是开你啊！你惊啥？啊，就是擦枪走火代志，台湾嘛毋是捌发生过对无？袂咧，我感觉还好，我感觉还好，我无做伤杀气啊。你无迄个压力对对？对嘛？因为咱是这台面上，你会当讲我嚣摆大型，但你袂当讲我有要互对方要互伊安那伤杀气，这要哪解释啊？我无甲，我也无甲徛，无甲喊，无要招伊输赢啊。咱是比选举啊，选举你就是恁两个就是对手啊。啊，对手他一定爱相杀，对手莫相杀，无爱烧。无你敢会当讲？我问你一个，因为吼，我知影足侪人，因为我参选替我烦恼嘛。对啊。但实际上我咧选举的过程，我含对手也无啥物火车啊。对啊，我也无讲因兜安那。啊！你若讲伊好呀，好呀，冤哉啊！大箍冤哉啊！啊，乌金冤哉啊！啊，因迄个已經可能講30-40擔啊，无差我講啊！我無講伊地方的人數講了比我較粗殘的，伊對面迄個台中人，你問看迄個有比我較慘無？我若向開因早就向開了啊！即個節目攏無做啊！所以我的意思足簡單啦，你講選舉是講，因為我其實吼，大可能無了解啊，看我選舉敢若看着我的佇節目，還是佇熒幕頂懸咧講話，咱選舉進前愛先準備嘛，親像拍一出電影，你要有這個 pre-production 吼，這叫前置啊吼，所以咱對伊咧了解是講，你著足夠趁錢，吼，你個餐廳炒股開世界，土地足濟筆，安尼你做生意嘛，你做生意足好啊，政治無適合你啊，政治愛接順啊，愛心肝愛向啊，愛拍團體戰啊。啊！你國民黨地方派系含中央就攏分裂的啊！中央講要統一，地方咧講我台灣人啊，你這攏笑的。所以咱用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吼啊！至少我會當安那替地方的選民發聲，啊無恁咧較早的民意代表無咧質詢的啊，吼啊無就是要討補助，找無法律攏用喊的啊！迄較早吼有一個案是安尼，迄教育局吼講要撥100萬，互一間學校高中辦活動啦，結果活動辦了吼。你申請補助的時陣，叫人調半檔啊！靠腰誒，學校攏足可憐的，攏無啥物錢，攏家長會長爾5塊10塊佇遐欠嘛。啊，即馬叫人調100萬，校長就足煩惱的啊！要過年當過啊，迄預算一直無落來啊，總不得已嘛，吼，總走去拜託迄個咱海線的，即個民意代表，咱莫講啥，無一定是顏清標啦，莫講啥，無一定哦，我無講是海線真寬啦，海線足濟位的啊。啊，較早個大選區，迄台中縣分2個選區咧，一位攏8個、10個，足濟。啊，迄個立委伊安怎討錢噻？一般來講，你若像現代民意代表講，哦，啊，根據對條法律，你嘅預算袂當超過當時無半步，啊，無會安怎款會調愛算利息，這是咱嘅處理方式。較早毋是，較早電話開教育部，開教育部講，啊，咱遮海線一間高中講有一筆100萬的經費也未落來，吼啊，今仔日進前是100萬啦，我卡這通就200，安尼你當聽有，吼啊，咱看閣要卡無，看閣要我卡無，若閣要你著閣拖把緊，啊，電話就掛掉。迄早期迄無足久呢，迄20年前爾的代志爾，啊，所以即種誒，咱著講，啊，毋著攏愛去挖恁兜，還是講來去拜託你，係啊，代志較會完成。但是現代民主的社會講。我著選一個政府，伊著逐個攏照顧會到，吼，比如講所得稅，
几万以下，大家拢节税，啊那几岁以上的时代会当照顾，这是通人有的嘛。啊，较早就是你要找我较有啊，所以迄就是时代改变嘛。那么个地方即马也有是一寡人想讲，我就是我靠势。这我来讲，这就是一关一关咧比无共。对。等甲吼开始有即个所谓民进党，因为民进党伊讲伊是进步党嘛，吼啊进步党你著爱逐个通人有嘛，啊即个时阵人著会去比较，啊伊嘛50万，伊一年当吼长照挂囡仔挂伊家己所得税兜的一年当等于摕政府50万，我记咧啦，啊伊也50，我也50，我袂爽，我即种公平无毋是逐个人拢爱嘛，啊我即摆我若去拜托一寡。特别的民意代表有可能吼，我土地变更5000变20万，我一个过手100平，我著趁偌济伊啊？还是讲一个100平，我趁免2000万伊啊？还是讲我拜托讲我的事业吼，著最近生理著较歹，看会当替我广告啊是安那，著有一寡个人的需求，伊搁走起来啊，所以这就是政治民主政治安尼啊。有的时阵爱我做派位的时阵，我右派台语变正派，足奇怪。对，倒派正派，嘿啊，就是对啦，啊，都无共路线啦，所以其实这就是比较过程啊。啊，即马就是真正变做讲吼，选民其实选民的品质爱提升，咱的政治教育爱做，对无？当然啦。啊，你感觉敢有法度做？因为学校都无要教这啊，你要安怎做？其实吼，我后来发现一件代志，迄其实吼，你咧投票做成咧谈论来，真诶，我无骗你，因为最近一开始最近吼有一个名词叫政治错乱，对，我认为是我发明诶啦，因为我之前我无人听过，后来苗博也顶有一寡朋友开始拢用即个名词咧讲，你30岁进前，你有可能逐个交作者，你比如讲咱咧看迄个 Instagram 有无？啊！你若介意长头毛，你长头毛拢饲迄个爱心，吼饲足济诶。啊！你规个迄个壁拢是长头毛诶，对，吼啊！有诶，你也介意无袖诶，专门饲无袖。所以我意思就是讲，伊有可能介意足济。你连咪青梅歹势，对不起，这不要青梅洞，不然会出事。啊！你连咪亲民党，连咪台联，连咪是台力量，什么啊？你著一定换。对，但是。迄拢是一种希望的寄托尔，你毋知影敢有法度含即个党行一世人，你嘛毋知影即个党的人选起你，会当互你啥物件？比如讲有一寡人可能支持国昌啊，啊你国昌啊，其实事实上伊到底对台湾人民讲啥？你若问我毋知呢。但是对少年仔支持者来讲，那是爽的，看因咧骂遐老伙啊，看因咧骂公务员，看因咧骂官员，那足爽的。啊骂了对有好处无好处，伊嘛无感觉，伊就是干那要迄个爽的。但是可能到一个岁数以后，可能升家立业的时阵，伊都会感觉讲，我选举我嘛选来害家己的，对毋对？我选一寡对我的，比如讲，我来争取薪水有补助，我来争取我的产业的提升，我的经济，我股票爱好，我无我薪水可能，比如讲1/5、1/3寄伫股市，所以伊其实选党即个物件，对老百姓来讲是会调整，会因为时间来调整的。我是政治工作者，所以咱有。无共款的立场，你比如讲统派，伊就一心志愿为统一，啊，你嘛袂当讲伊毋对啊，就无共立场安尼尔。民主自由。对我来讲，伊是毋对啦，但是对百姓来讲，啊，人就是有一种立场，虽然可能拍数已经愈来愈少啊。所以，甲谈论来讲，我阁有时间呢，我阁会当开，对毋对？我阁会当试关，我阁会当拼看卖。所以，只要是新的政党。伊著拢有一定的票声，你比如讲，我举例歹势啦，你文德啊，你著上大尾的，所以借我举例者。伊即马吼，独立甲贪污有可能会判罪。啊，你若问我的话，我感觉已经证据拢介明显啦，真是差伫K300还是K3亿的差别尔。啊，问题是讲，对少年仔来讲吼，伊即两工做民调，个12%要支持民众党。啊，我的分析是安尼，这12%毋是因为支持郭文定，嘛毋是支持民众党，伊就是我有第三个，我就要支持啊。伊嘛毋是支持民进党，也毋支持国民党的，我都那民进党咧30几年啊，我若要插这个，我就爱为助理、为基层党工开始做，啊，国民党啊，就爱北京片儿，那中央血统，那老爸有钱，就感觉袂合嘛，所以。对少年仔来讲，第三政党其实不管是岁数或者是性格，或
或者是伊的话语宣传的方式，拢较接近。佮有一种就是讲，我拢逐工看手机、看网络、看 YouTube，敢若伊会感觉讲，敢若国昌咧经营嘛，所以伊自然伊就感觉讲，国昌甲我较近，就安尼尔，伊嘛毋知国昌咧讲啥。国昌就叫甲电视关掉啊，看伊直播就好啊。等下叫谢依凤开枪不，开玩笑啦，依凤委员，你不会这么小。喂，买讲谢依凤无，我惊恁这部得咧说啊，等下迄个播作用抽起来，几无用，袂啦。好啦，开玩笑啦，但是我的意思讲，有做第四代嘛，拢国民党诶，所以伊要卖伊毋知卖国民党，伊拢袂做这个代志，闹亏啦。所以政党，你讲政治教育，不管安怎做，伊每一代拢有无共款的新的想法出来，嘛有新的政党，嘛有新的政治人物。所以对我来讲，政治教育是长长久久的。就是讲，我努力我的立场啊，我比如讲我是台独的记者，我甲大家讲台独做好的。民进党就无用民进党的，国民党无用国民党的。大家拢甲家己的政治专业顾好，莫用骗的。安尼，这个规个选民的素质就会提升啊。因为我就是在看讲。2014年的时阵啊，迄当阵的少年家啊，看到这个咱服贸协议这个吼甲因即摆捌代志，有的人就想讲啊，我自捌代志吼，就是民进党在做总统啊，我生活嘛无过了讲介好啊，这一定是民进党的问题。有的人会安尼想，那无多伊成长的过程，拢民进党的即种，伊会怪民进党，这个足正常的。对，这足正常。伊就会变安尼。其实民主上界，我认为我家己的看法啦，就是讲，咱议案办公室啊，议案办啊吼，议案办咱嘛有做者道义嘛。对。咱咧算道义的时阵，你若讲算到一半起屁面讲靠，你规则乌白用啊，你会感觉这个人就拗卡嘛。所以你要算进前，你来了解规则啊。民主足简单。就不管恁大家安怎舞，最后导出来就是结果。爱巴结爱照规则来。所以你相信民主，其实就是相信选民啊。你袂当连伊要行民主，佮讲选民无素质啊。对不对？所以咱爱颠倒是安怎讲？我若相信民主的人，我伫规则内底，我要安怎影响？我要安怎互大家选民信任我？会当将伊的选票投互我。不管是时间、长度、预算、规则、法律，这物件你要了解，你落去伊。伊赢就赢，输就输啊！规则无人咧考规则的啦。所以讲，即摆才会讲战场咧离欢喜啊，因为有人要改规则啊。这是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就是讲，这个所以无素质的，毋是选民，是立委啦。立委嘛，选民选出来啊。其实伊咧选的时阵，伊会感觉伊有素质啊。伊是用骗伊的，选民用骗伊的，好骗呐。对啦，你也知影呢？有咱即马吼，若窗仔拍开，咱公司八楼嘛，你窗仔拍开，看到下口有足侪车，多摆甲汽车个人头，迄每一个人头拢一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头可能一个月一年当上这个趁3兆，上侪趁可能几千的，每一个人头拢有伊的智慧啊，但是伊伫民主的市场啊一票尔，伊开时间了解政治的时间足宝的，有可能一年当听无2点钟的新闻。所以咧投票的时阵，就是我相信这个人就对我上好，跟他单乱来共款。对，但伊无咱袂当讲伊无素质啊！你要看伊伫涂骹嘛是一个人头咧行，所以是用骗伊嘛。所以无素质的是立委嘛。咱要求毋得要求咱的同业，我著做立委的，我著希望我立委著较有素质的，莫互讲啊，插政治拢外国市错。渣男立委。什么？你讲罗志强什么人？无，我唔知啦，我唔知你讲什么人。渣男立委黄国昌，无啦，我咧要你著爱讲，我无，我要要啥？就这啊，就这。我记者我唔是，我的意思就是讲，你是去用棒杀，我袂，我公营体我迄个验体，恁有个人爱做兵做足久的，我无我验体，大家拢做欢迎，做欢迎我。好，我的意思是讲，那。民众要讲吼，比如讲民进党会讲国民党素质歹，国民党会讲民进党的选民素质歹，这是因的代志，迄言论自由。政治工作者要爱做的时阵是，咱家己啊，家己顾好，莫用骗的。咱会当要求是要求咱的同业，莫这个政治工作这个产业去看衰小。对不对？你若讲咱去检讨选民，就亲像你物件咧做了拗股咧嫌人，无要甲你买，这个。
这都毋是市场的规则嘛，你听我的意思，你别当你物件产品拗过，咧嫌消费者拢无爱来买我的产品，你高处不胜寒，袂使安尼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咱不管什么派啦，什么大派、独派、统派、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咱先自我要求。你若打不死比如讲小党的爱斗争啦，我讲民众党，来大党的什么的结构死硬硬啦，无够活泼啦，这拢是每一个政党政治工作者面临的课题嘛。所以你要家己去学习，家己去改变。你别当讲咱拢无变，逼人一定爱转互咱，逼人一定爱支持咱。我感觉这毋是经营者的角度啦。安尼较健康啦。对，所以讲在讲政治教育这个物件是久久长长啦，这毋是讲当然，毋是讲3档5档就会当看到结果安尼。系啦，所以我即马你发现一件代志，民进党甲国民党拢做错民众党诶。对，即马是安尼。你理论上是安尼，那你大党无爱甲大党相拍，检讨小党要创啊？你即个小党就拢共骗啊？对不对？你后壁你也看民众党即马金主一排徛开，徛伫后壁，你也回头看全部国民党诶。你台湾民众党改名叫少年国民党得了，你就免叫台湾民众党，你用骗诶。你今仔日咱检讨民众党诶问题，毋是讲你著摕300万票，我看你目测，毋是呢，是你咧拍歹政治工作者诶行情呢。对不对？迄有诶时阵，有诶国民党迄乌金诶，迄看起来金死死诶，咱嘛是讲好啊，这足厉害，这武甲将士也袂用掠去关，咱嘛是感觉喊嘛。有诶是无的老爸就已经歹代志做尽啊，就叫囝儿死死出来接啊。你就感觉讲这个做精神但是人就是有办法无关，这是伊诶裁调嘛。民众党会向检讨的原因，对民进党来讲，靠要你讲要清廉，要清廉，要天然态的，蛮怕咪啊，系啊。另外一方面，对国民党来讲，你抢我的金主是咧啥货？我的钱你讲手存入我的那底下内底，所以民众党对我的角度来讲，就是伊拍歹第三势力的行情。因为理论上咱少年仔出来，不管是我用创业的举例的少年仔出来创业需要找迄个天使投资人，天使资金、天使基金，来甲咱乌烟来甲咱支持，来甲咱投资。看有个人讲恁少年讲话拢凊彩讲的你讲话拢做代志无实在啦。你咧伫遐想讲奇怪，我著做认真咧做伙，我哪会去用讲无实在？靠，要毋是我的问题，民众党的问题，咧别人拍歹行情。对啦，所以我总共一句就是，政治教育有若真重要。只要政治工作者每一个人甲家己的工课顾好，甲家己的故事讲好完整。国民党2020年讨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习近平咧含台湾讲话时，国民党点伊啦，踹一条，卖规规拢拍伊，无人要回，敢若踹因文出来回嘛。所以伊迄个时阵就是要用骗的，就是讲伊明明的无希望得失中国，但偏偏伊个毋敢对台湾人民讲嘛。所以伊迄个骗呢。迄个真面目去用看出来嘛，所以逐个人甲家己的立场做好，你若相信民主的，你就尽量讲一寡台湾的声音，莫连伊要含中国好，连伊阁要甲台湾骗，逐个来对台湾的即个立场，台湾的即个政策来辩论。要冤家相拍嘛会使啊，但你袂当逐个冤家相拍拢是为空的物件，这叫空胖嘛。所以立法院即摆会去用检讨讲是毋是咧空胖的原因，就是安尼啊。系啊，看戏会拄着笑的，就是安尼。对，所以讲咱这节目在请到这个陈柏惟佮有请到足侪用台语来讲咱台语的案件、台语的故事、台湾的故事啦。恁有要邀请谢龙介无？谢龙介，第二季交互伊去请。第二季来请梁介先呢，嘛会使，对啊，你嘛当邀请来讲啊，对啊，咱台湾敢真正要和中国战争，你家囡仔，我要甲提刷。你会当接来讲嘿？哇，咱这集要刷咧遮，起笑啊！这现场工作人员拢起笑啊！这附近病院一堆啊，我叫警车人送过。中心湾区台北的地图我无晓，你讲我嘛唔知伫对。真感谢，请到陈柏惟甲咱做伙来起笑。咱是语言之声，我哪有起笑？咱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语言广告电台，咱后一集空中再会。语言再会，拜拜，拜拜。